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我舅舅回来了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上次他走还在眼前，一眨眼又到了回来的时候。刚刚在杭州5+3隔离完，我们准备一起给外婆一个惊喜。因为之前我们和外婆说舅舅是明天到，那么一会儿舅舅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，外婆看到自己的儿子，这重逢的一瞬间，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。现在赶紧出发。这次舅舅回来比较大的一个事就是给外婆搬家了，外婆的新家已经好了，过2天拍给大家看。老爸，舅舅们在也走来着哇？是个人在也走噻。来着讲的也想的讲。我们总归想过第一日讲不做什么，也会不想的啦。看见那黑头发是，阿也不认得那啥。还出性咁格。我爸，那啥跟我来，你看看一大店门口的啥人？哎呀，你那做这家？我得了，当然讲门仔走。哎，你讲门仔走呀？上坡呢，担心夜里困不着，所以就会一讲一天走来走，拜。哦，你个头发哇，但不是关在，我拿出去，人家当初我比你年纪大嘞。今天团聚是开心的事情，现在出去聚餐一下。这世间